来看台中市的中区有地主地种地，所发现讲有亲像庙寺的建筑物。文资团体认为讲，这是日本时代的好护国山台中市哦。市政府的文资处嘛表示讲，甲所有权人协商哦，会暂时停工，嘛成立做鉴定古迹。半当来哦，地来确认讲，敢有文资的价值。港田机区伫现场咧清理环境，也说离闪开这栋建筑，因为伊已经互市政府文资处列做是鉴定古迹。边啊无差，都遐莫家己当也有来看，有哪一个有来看，要整理这有诶，就整理你诶。台中市中区这套巷仔内，当咧拆铁厝甲整理环境，日一通报发现这个若像是庙寺的建筑物，市政府离也来到现场会勘。文书团体判断讲，应该就是1920至30年间所起的护国山台中市的附属建筑。经过比对1911年的地图，台中市的大殿就伫迄边啊。其实我们透过历史百年地图啦，或者是说台湾总督府档案的这样的资料库系统查询，其实这些都是开源资料。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，说叠图之后发现说，它其实就是位在这个街廓的这个地方。市政府会勘了后表示，初步来看，就是日本时代的建筑物，和所有权人协商了后，同意暂时卖甲叮当。也毋过因为现场工程要咧进行，有互人破坏的疑虑，所以启动鉴定古迹的程序。目前判断的话，它应该是属于护国山台中市的部分的那个建筑物之一啦。我们现场看它的，因为它是砖造跟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那个建筑物，所以应该是在2战末期的部分，然后新建的房子这样。文资处表示，初步了解建筑部分的结构是用钢铁、红毛土所起的，判断应该就是后来才加起的。也若年代甲用途要搁来进一步来确定，也会送去台中文资审议委员会，半当内会当确定敢有文资的身份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